歌手谷子喬自從被爆同男團 ERROR 成員保錡相戀之後，唔知係咪為咗避免輿論壓力，似乎已經將事業嘅發展基地轉移內地啦。佢亦都將會喺本週末10號假東莞舉行 Calling Concept 演唱會。為此，佢喺社交平台上面啱啱分享咗賣大包嘅宣傳短片，着上低胸透視 lace 長裙拍片嘅佢，唔單止意態撩人，仲騷味十足。而最令人感到驚喜嘅係，佢突然變身做樂壇波霸，上圍明顯升咗幾級。佢仲留言問大家今個週末計劃係咪仲未約晒人，並且溫馨提示5日之後就會有佢嘅演出。緋聞女友咁索爆，難怪保錡第一時間即刻點讚啊！至於另一個花生位就係有網友發現 Hannah 嘅前緋聞男友吳卓羲，原來同日亦會喺佛山嗰度舉行歌唱，過氣緋聞情侶隔空打對台，有口痕有指兩個人冇份都有緣啊！更加有指 Hannah 嘅歌唱海報造型竟然同阿 Ron 嘅女友張馨予撞埋樣添，哇！咁樣影真係太有緣啦啩！